哈？你讲啥货？无可能啊！即摆中国是中国嘛？啊，拿牙的人，有人要反中国，有人嘛要支持中国，安尼要分。内底伊内底的人，中国党内底的人，都无绝对的认定吗？你是要分？无可能。所以我讲2024个用这种分法，根本就是已经足无适合，你讲知？What's this? Bethelwood relocation plan? Old Bethelwood, new Bethelwood. 为什么因旧年会当乱干呢？就是因为大家拢分袂清楚啊，对啊。啊，佮用这种方式去思考，根本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干就无聊咧，够无聊啊！你讲我无要讲政治，啊你落啦，你烦恼的啦！你讲你无要讲政治落啊，你若目的是安尼，你就讲你无要讲政治落啊，对无？我绝对支持吧，我绝对支持任何人，唔讲政治，但是你要思考是你要安怎未来？唔讲政治，爱有唔讲政治的未来。啊，我如果应该无思考，啊，就免。Hey, I need that. I was so close. I'll just find another way. 啊，即摆有一讲到你有投票就不要紧啦。你至少有去投，你知影？你有迄个动作出来就，对了无去。